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4篇，创世纪第18章第1节到第14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日落。大部分的人提到了日落，总是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末日，是进入黑暗的一个关键，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代表。中国诗人李商隐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诗人的眼中，夕阳是一个哀伤的感觉，哀伤的一个记号。4月22日，享誉台湾以及国际的雕刻大师朱明先生，他因为久病而厌世，后来他就选择了自杀，结束自己85年的生命。他可以说就是典型将生命的年老的生命看为黄昏悲情的人。我们今天不从这个事件来谈起，但是我们要借此机会来讨论到人生黄昏的一个信仰的意义。不可否认的，就地球的自转角度来论，黄昏之后的确是要进入黑夜的一个阶段。那么黑夜通常被形容为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，甚至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，耶稣又对大家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在黑暗里走。”这是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12节。黑暗是代表着没有盼望，所以黄昏几乎是即将是进入到那种没有盼望的一个阶段。这也难怪诗人或是朱明先生都觉得没有盼望的一个形象。创世纪第18章第1节到14节记载了上帝差遣了他的使者去向亚伯拉罕说明他的旨意以及应许，但是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感觉到没有盼望的亚伯拉罕，却是对于上帝的应许嗤之以鼻。圣经记载，上主在曼利的圣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时正是白天最热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，他抬头一看，看见3个人站在那里，就跑向前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主，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让我招待之后再走。我去拿水给你们洗脚，请在树下休息。我要去准备一点食物给你们吃，吃了之后才有力气继续赶路。你们到我家来，请接受我的招待。”他们回答：“好，就照你说的做吧。”
亚伯拉罕急忙跑进去帐篷，对撒拉说：“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，烤些面包。”接着他跑到牛群当中，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牛，交给仆人，吩咐赶快准备。他拿来乳酪、牛奶和牛肉，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，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。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：“你的妻子撒莱在哪里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在帐篷里。”其中一位就说：“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，你的妻子撒莱要生一个儿子。”撒莱在帐篷的门口，在那人的后面听着。当时亚伯拉罕和撒莱年纪都很大，撒莱的月经也已经早就停了，因此撒莱就偷偷的笑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我老了，我的丈夫也老了，我还会有喜吗？”于是上主就责问亚伯拉罕：“撒莱为什么偷偷的笑？以自言自语，我这么老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难道上主有做不到的事吗？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，撒莱要生一个儿子。”经文形容了亚伯拉罕以及撒莱在年龄上的日落、黄昏，他们所面对的困境。但是上帝的使者却是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难道上主有做不成的事吗？”即便是黄昏接近日落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让太阳西下的是上帝，是上帝的手，是上帝的权柄。我们也知道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。正如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所说的，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是人面对黑暗的盼望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“你们已经重生，不是从那会朽坏的种子生的，而是从那不朽坏的种子，就是上帝活泼永恒的道所生的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人人像野草一般，一切荣华有如野花，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，但是主的道永远长存。这道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。”当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夕阳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更要学习倚靠上帝，将主权交给上帝，他必施恩赐福。诗篇134篇，上主的仆人要颂赞上主，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。你们要在他的圣所中举手祷告，你们要赞美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每一天都有日落，都在经历上帝整天的保守恩典之后。日落是上帝所赐的安息的开始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积极的、更正向的看待人生的日落，更能够献上
感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